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8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创世纪44章第1节到34节，罗马书第11章13节到2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看重积分。伫经文的中间，咱看见约瑟的故事吼，伫即几礼拜中间，咱拢咧讨论这项代志。咱来用现代民主的制度眼光去往回看的时阵，检采有一寡人会讲吼，这约瑟吼太有私心咧啦吼，也是讲这个有人会讲约瑟吼独立这个家己的人啦吼，这个。其实，既然咱咧看的这个故事，伊的背景、伊的 context 是王权的制度迄个时代，咱咧看法老王甲约瑟的故事的时阵，咱就必须爱用这个王权制度的基础来了解。好，那亲像伫法老王，伊会当随本身的意思来去提拔一个外邦人，像约瑟安尼来担任这个埃及的宰相。只不过是因为伊改了这个法老王的梦。对经文的记载来看，约瑟其实是一个真负责任的人。伊负责任带领埃及这个度过这个丰收的7年，佮经过2年的饥荒，也因为安尼，伫这个王权的世代内底，伊会通真有权柄，真有力来伫这个丰收的7年中间来征收有剩的这个粮食。做将来伫饥荒的时代的这个储备的粮食之用。但伫民主制度的下面，咱若要用民主制度去看这项代志的时，检采咱会当想象啦吼，拄着一寡抗争啦、抗议啦，甚至要罢免啦吼，即种的代志。这是无共款的基础伫看圣经啦吼。伫创世纪的经文内底，其实咱有看见约瑟，伊是一个非常来看重伊即份的人。无论伊伫细汉的时，伊的迄落解说伊的梦，或者是讲去互伊老爸派到伫旷野去找伊咧顾羊仔的阿兄，甚至伊受卖了担任一个小小的官员的主管也是讲伊拄着即个试探的时阵的反应，也是讲伊伫监狱内底，伊尽伊的本分，替人来解梦，并且按事实来勇敢说明。其实，咱对经文的记载中间，咱看见另外一个真看重即份的人，咱较少去讲到。特别是伫众兄弟拢咧参详要来杀害约瑟的时阵。唯一站出来的人，就是迄个伫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44章也共款记载，为着上细汉的小弟站出来讲话的人。伊甚至愿意为着这项代志，来负责任，来自愿受扣留伫埃及。伊安尼讲，当求你应允你的奴仆恬地，替即个囡仔做我的主的奴仆。互囡仔甲伊遐兄三甲上去，若囡仔无甲我三甲去，我减会通去见我的老爸啊！定了我看见阮的老爸所拄着的灾害。伫即个所在，检采伊是为着过去袂当保全约瑟的性命来赎罪嘛，无一定吼。但是伫遮咱看见犹大担当去做大兄的角色，伊看重即个职分，以及伊对老爸的约定，所以伫当初是即种伫即个王权的时代，其实犹大甲伊只兄弟
受这个控告的这个罪名，其实是有真重的罪。伊讲，阮对我的王所要讲啥物话，也有啥话通讲啊？阮减无为家己说明啊！上帝已经查出你的奴仆的罪过，阮甲迄个伫伊的手敲着的杯，拢是我的主的奴仆。所以伫遐上轻的罪，就是去做奴仆，无的确会丧失性命嘛，无一定。但是犹大煞愿意代替伊的小弟来留落去，来担当这个罪。伫主这个信息的中间，咱用保罗做故事来去讲着。保罗真清楚甲这个哥林多教会讲着伊的呼召较积极，所以劝勉哥林多教会信徒无应该分党结派，应该看重上帝救恩。因为保罗非常明白家己的这份，伊也非常看重家己所会当受的这个呼召来担任这个外邦的使徒这种的这份。伫今仔日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经文内底，伊就安尼讲，我是对恁外邦人讲，因为我是外邦的使徒，我应光我的职，看话通激起我的骨肉身的愤志，来救因中间几啊人。这是保罗伊所看重伊的这份。所以劝勉圣人无应该过头过骄傲，应该看重家己所领受的呼召以及家己的这份。伫提多书的中间，保罗嘛劝勉会通建立好的教会体制，以及设立受装备、受训练的长老同工，也同时伊劝勉每一个基督徒、教会信徒，拢应该会通分担家己的一份的工作，参与伫服侍。这是上帝予基督徒的职分。基督徒毋是受呼召来得到福气、享受去欣赏别人服侍尔定。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因为有人服侍心志信徒的教会。每一个信徒若会通看重家己受上帝的呼召的这份的时阵，会通积极主动参与教会的服侍。这是教会的福气。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8月18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创世纪44章第1节到34节，罗马书第11章13到29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看重职分。我们以现代民主制度来看约瑟的时候，或许有人会这样说约瑟是有私心的，或许有人说他图利家人可是既然我们从王权的制度在看法老王跟以色列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用王权制度的基础来了解。就经文的记载来看，约瑟的确负了责任，带领埃及全国度过了丰收的7年，然后又度过了2年的饥荒。当他遇到他哥哥的时候，也因为是王权时代，让一个宰相能够在丰收的7年当中，大大的有力的增收余粮，作为将来饥荒的储粮之用。在民主制度之下，恐怕也许要碰到所谓的抗争有人要提罢免等等的，所以这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基础在看。就如同我们也知道，法老可以随意的拔擢一个外邦人，像约瑟一样来担任埃及的宰相，只因为他解释了法老王的梦境，这是不一样的基础。在创世纪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的约瑟，他是一位非常看重职分的人。无论他小时候对他梦境的解释，或是他被他父亲派到这个旷野去探望牧羊的哥哥们，或是当他被卖到埃及担任小主管的时候，或是即便他遇到试探，在监狱里面
尽责的为人解梦，并且按事实的勇敢直言。其实就经文的记载来看，我们看到另外一位非常看重职分的人，我们比较少去提到。特别是在众兄弟在商议要杀害约瑟的这个事情当中，唯一站出来仗义直言的，还有在今天在创世纪14章的记载当中，同样也为了小弟弟而这个安危来发言的，他甚至愿意为了这件事情来负责任被扣留。经文这样说：因此我主啊，我愿意留在这里，替这孩子做你的奴仆，请让他跟哥哥们回去。要是这个孩子不跟我回去，我怎么能够回去见我父亲呢？我不忍心看见父亲遭遇这样的灾难。或许他是在为过去没有尽全力来保全约瑟的性命来赎罪，也说不定了哈。但是在此处我们看到犹大他勇敢的担起的当大哥的角色，他看中了他的职分以及他对父亲的约定。以当时王权的时代，正如犹大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主啊，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能喊冤辩屈吗？上帝已经揭开我们的罪，现在不只是那个被找到有酒杯的，连我们都可能做你的奴仆。所以非常明白的，若是犯了这样偷窃的罪，留下来的就必定要失去自由，当奴仆，甚至可能丧失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仍然愿意为了这样的事情来负责任。在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提到的保罗，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呼召跟职责，因此他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应该结党分派，应当看重上帝的救恩。因为保罗非常清楚自己的职分，他非常看重这样子的机会，自己能够受呼召担任外邦的使徒这个职分。所以他在今天的经文罗马书里面这样说道：现在我向你们外邦人说话，既然我是外邦的使徒，我当然看重我侍奉的职务，或者我可以激发同胞的极度发愤之心，借此拯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劝人众人不应当看自己过分过头骄傲，应当看重自己所领受的呼召以及自己的职分。在提多书，保罗也同样的劝勉提多要建立好的教会体制，并设立那一些受装备、受训练的长老同工来管理教会。同时他也劝勉每一位基督徒，所谓的教会的信徒们，都应当每一个人负担自己的一份工作，参与服事，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展现上帝给基督徒的职分。基督徒其实不是呼召来蒙福、享受，或是说坐在那边欣赏别人的服事而已。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因为有着人人愿意服事心智的信徒的教会，每一位信徒都看重自己被上帝呼召的职分，而愿意主动参与教会的服事，这是教会的福气。